歡迎收睇 Water 經濟學。今日咧我哋想傾下咧關於呢個咧梁振英所講到嘅回傭可能有一個造市嘅情況啊，係咪扭曲個樓價咧？點解近年咧買樓越嚟咧越好似咧係買緊隱藏版嘅折扣？官方樓價指數咧好似咧跌極都未跌穿嘅。前特首梁振英啦，最近開炮啦，就話中原地產咧追討1億元嘅代理費咧，喺行內咧係極不尋常嘅。因為咧當中牽涉到咧一條大家都聽得多噶啦，但係官方數字咧從來都冇講清楚嘅一條暗線喺度嘅。退咗幾多俾買家嘅所謂嘅部分佣金咧，即係所謂嗰個回傭究竟有幾多咧？幾多係落到去個買家手中咧？即係咧，如果個樓價唔計埋呢個退還嘅佣金，咁我哋點知道咧實質嗰個樓價嗰個尺價係幾多咧？係咪大家咧都用呢個方法咧去扭曲緊個樓價咧？今日我哋會詳細講下呢個問題嘅。喺開始之前咧，就希望大家幫手拉下條片啦 ，share 埋俾朋友 ，subscribe 我 channel， 撳埋個鐘仔。亦都可以用 Super Fans 咧隨時去支持我嘅。另外啦，亦都有 YouTube 頻道會員咧，大家可以咧月費去支持，多謝大家。咁首先交代下個事件先啦。屯門提案呢個盤咧，前身係恒大君龍灣啊。發展商咧係舊債重組之後咧改名咧再翻山嘅。中原地產咧就話發展商咧係拖欠嗰個代理費咧係爭成1億元嘅。施永青咧就喺網上節目啦樓市燈神嗰度咧去承認咧，除咗正常嘅佣金之外咧，當中仲有一個份額咧係要退翻俾買家嘅。呢句説話咧一講出嚟咧，就有啲人咧就聽到咧就覺得好驚奇啊！因為正常嘅一手佣金啦，就攞到4至5% 到啦。以提案1000萬級嘅單位個價錢嚟計咧，賣晒成個盤都冇可能咧有1億㗎。如果係多咗咧，需要退還俾嗰個買家嗰個部分咧，就意味住咧發展商嗰個單價咧表面冇踢價，但係實質上咧就靠嗰個佣金回贈咧就變相減價嘅。梁振英咧就講啦，呢個退佣咧容易會衍生腐敗啦，亦都令到咧官方樓價個統計係失真嘅。另外咧就係同一個樓盤咧，上期唔退佣，下期退佣，表面個錢係咪好似升咗咧？住宅樓市咧就係民生大事啦，咁梁振英咧就話地產商同埋代理咧係需要去交代喎。咁大家可能一頭霧水啊，究竟咩叫回傭咧？我哋就即係拆解一下先啦。喺香港咧做一手盤嘅推廣咧，通常佣金嘅結構咧有3層嘅。第一個咧就叫做基礎佣金啦，發展商咧就俾代理咧一個台面數可能3% 到啦。加碼嘅傭咧就要谷貨嗰陣咧會跳到去大概5% 咧，甚至有時咧去到7至8% 嘅。不過咧多數都會寫埋喺合約裏邊嘅。另外有一啲嘅隱形嘅回贈啦，就係代理商咧再將咧其中一部分即係可能1% 或者有時2% 咧，就洗乾淨洗白雪之後咧俾翻個買家嘅。現金 check 啦，即場回贈 check 啦，代付部分嘅印花稅啦，送家私嘅禮券啦，管理費嘅回贈啦，甚至咧送車送 Tesla 啦都試過嘅。條款通常咧就唔會正式咧寫喺嗰個買家嘅買賣嘅合約嗰度嘅，而係簽一份咧分離協議啦，或者咧就咁 WhatsApp 咧做一個備忘嘅啫。買家嘅眼中啦，原本咧1000萬嘅單位啦，落樓書啦，入成交記錄冊咧都係1000萬嘅。但係實質上咧俾錢嗰陣，可能咧只係先俾950萬，因為咧有50萬嘅回傭咧係即刻咧就落翻袋啊！呢50萬咧對於差餉物業估價署嘅售價指數嚟講咧，就即刻咧唔見咗噶啦。回傭咧最普遍咧就喺跌市嗰度通常都會做嘅。發展商又唔想公開劈價啦，又要咧希望咧個成交咧有數代理咧變咗一個橋梁啦，高佣咧就會帶動佢哋咧積極去推貨嘅，亦都兼向買家咧去兜售翻咧一啲嘅隱形嘅隱藏嘅回贈一啲嘅優惠嘅。呢個點樣去扭曲嗰個樓價嘅數據咧？差餉物業管理處啦，嗰個樓價指數咧就以土地註冊處咧個成交價為基礎嘅。入冊嘅金額啦，就等於嗰個單價咧就再減咧嗰個入合約嘅折扣嘅。但係回傭咧係冇寫喺個合約度嘅。
結果咧就係個指數咧顯示咧就即係叫做唔係跌咁多啦。2024到25咧，官方個指數係跌咗18%嘅。實際嗰個實負價咧係可能因為嗰個回傭啊係低咗5至10%不等啦。即係咧實質上咧未必係跌18%，可能係要跌到25%嘅。投資者啦、銀行啦、政府咧就攞住個指數去判斷個風險嘅時候咧，係可能低估咗咧而家嗰個熊市嘅深度嘅喎。梁振英咧就形容咧呢個慢跌嘅假象咧，佢舉例咧同一個盤啊 A 期咧可能冇回傭啦 ，B 期咧就暗中咧俾個折扣啊。指數咁去計啦 ，A 期咧可能成交咧1萬蚊一尺 ，B 期咧可能咧都係賣緊1萬蚊，甚至係多少少都好啦。但係實質上咧可能佢係俾緊9000蚊或者9000蚊多啲嘅啫。市場咧就可能覺得個樓市咧好似都唔錯咁，但係實質上咧係向下跌緊嘅。咁嗰個咩所謂嘅腐敗嘅風險啊，或者係同個資訊不對稱係點咧？回傭咧係咪一個利益嘅輸送咧？代理啦同買家嗰方面啦，高傭咧就算係嗰個景觀差啦、質素低啦，亦都可以咧俾個代理咧就不斷咧去游說啊！因為咧個回贈空間係好大啊嘛。另外啦就即係同一日買同一個盤咧，同樣嘅單價咧。但係有啲人咧識得去傾嗰個價錢咧，就有機會有回傭啦。有啲咧唔識傾嘅咧，又或者唔知嗰個市況係咁樣去做嘅話咧，佢可能咧就冇回傭都唔定啊。出面咧永遠都睇唔清楚嗰條數嘅喎。新盤咧就可能咧就暗中咧俾一啲折扣咧去搶客啦。二手屋苑咧就見到個指數望落去好似冇大跌，以為咧開個價咧都頂得住，結果咧完全賣唔喐。佢哋咧可能都唔知發生咩事。梁振英咧就講呢個咧退傭就有機會易衍生呢個腐敗咧，唔係話完全冇道理嘅。如果個佣金比例咧係去到10% 或者更加高嘅話咧，入邊嘅空間係可以有極大嘅操作嘅可能嘅。極端嘅情況咧可以變成洗錢喎。又或者咧喺一啲嘅大額內定嘅交易裏邊咧去做一啲回旋嘅。咁我哋睇下啦，其實其他嘅地方嗰個監管同香港有冇咩分別咁咧？新加坡咧就開發商咧必須咧就係喺嗰個咧 option to purchase 就列明所有嘅折扣係包括代理嘅回贈嘅。交易表咧就淨係咧錄得嗰個正價嘅啫，即係咧所有嘅折扣都要包含在內嘅。所有嘅代理雙邊收傭咧都係屬於違法嘅。英國咧嘅 Land Registry 咧就要求申報咧嗰個實付價嘅，無論任何嘅買家咧回贈都一定要列明喺個合約度，否則咧係刑事嘅。香港一手嘅條例咧只係規定咗個折扣係要列明嘅啫。但係折扣嗰個定義咧可以狹窄到咧只係計算發展商嘅直接減價。代理嗰個層面嘅回贈咧係冇硬性嘅披露喎。呢個係咪一個漏洞咧？咁樣咧，可能咧就變相咧，香港咧睇到嗰個價單咧係即係睇唔到嗰個真正嘅售價係點嘅。所以咧呢個可能係一個咧幾大嘅灰色地帶啦。但係咧個市場嘅操作咧一向都係如此嘅。所以係咪真係需要一啲改革咧？同埋咧呢件事咧，亦都即係令我哋去諗一諗啊。而家嗰個樓市咧，尤其係近半年咧，都係一個慢跌嘅狀態啊。甚至咧有人覺得咧佢係升緊啦。咁都係講緊個1-2% 啦。咁所以而家嗰個情況係咪真係叫做個樓市回穩咧？尤其有咁多單位咧去推出嚟嘅時候，會唔會有好多咧暗砍嘅減價係我哋大家都唔知道咧？我知道觀眾咧可能都有兩面嘅睇法嘅。有觀眾可能覺得啦，咁其實對於嗰個買家嚟講咧，冇實質嘅損失嘅喎。因為咧始終都係攞到個折扣啦。無論點樣個表面個樓市係點咧，個樓市好似咧就托得住咁。但係買家咧又可以用一個平啲嘅價咧去買到心儀嘅單位。咁樣係咪叫做一舉兩得咧？起碼咧即係將來要賣樓嘅時候咧，又唔使咧壓低個價啦，已經係有一個日價喺度啦。咁樣係咪更加好咧？但係調翻轉咧，你要諗一諗。如果咧你買嗰陣都係咁嘅情況，會唔會係你買之前其他嘅地方、其他嘅一啲嘅新盤，佢哋都係做緊同樣嘅嘢，而你係唔知道咧？如果佢哋咧都係咁樣，甚至咧佢個折扣係比你更加多嘅時候，咁對你係咪着數咧？仲有一個情況咧，就係如果咧實際上咧大家都係咁樣做嘅時候，但係咧又冇公開去講到明嘅，變咗會唔會咧大家都係買同一層
嘅樓宇，但係咧你買個價錢同佢買個價錢可能會唔同咧。調翻轉可能咧，佢可能個折扣仲多過你，而你咧可能係蝕底咗嘅。嗱，咁樣係咪對於大家係公平咧？嗱，咁我講下我自己嘅意見啦。我覺得咧就係所有嘢咧明碼實價係最好嘅。嗱，大家講清楚究竟係幾多錢咧？大家咧就睇住個荷包，覺得咧自己負擔得到，咪走去買咯。嗱，如果大家嗰個資訊咧係唔夠透明嘅，嗱，你咧可能知道多啲，佢咧知道少啲嘅話咧，知道多嗰個梗係覺得着數啦，但係知道少嗰個咧係蝕底咗喎。嗱，除非你係行內人士或者咧你係熟悉知道咧，即係嗰個操作係點啦。嗱，如果唔係嘅話咧，分分鐘咧瀨嘢嗰個咧係自己嘅喎。嗱，咁我就即係都諗咗一啲咧，我覺得即係政府應該要去介入啦，去改革嘅一啲方向啦。嗱，施永青啦，雖然佢咁講，佢就話咧覺得咧自己係被針對啊。嗱，咁佢冇講到明係被梁振英針對啦，但係佢咧即係佢就話自己咧唔應該被針對嘅，因為咧呢個根本係行內嘅做法嚟嘅。嗱，如果係覺得有問題嘅話，嗱，係咪應該要向政府作出建議咧？嗱，我而家咧就向政府作出建議啦。嗱，我覺得咧，即係有幾個改革方向啦。嗱，我暫時就諗到5個啊。嗱，第一咧就係應該要強制咧嗰個價錢咧係要披露啊。嗱，即係咧個成交記錄冊咧要同時列明咧嗰個價單價咧同埋最終咧嗰個實付價嘅。嗱，咁樣咧對大家咧都係公平啊。嗱，起碼事後咧大家都可以睇得到嗰條數啊嘛。嗱，另外咧代理回贈咧就一定咧要喺成交嘅7日內咧，由代理咧去上載翻咧嗰個回佣協議嘅摘要啊。嗱，咁咧俾大家知道咧，究竟咧代理個回贈啊，佢係咪咧即係公平嘅咧？係咪一致嘅咧？嗱，會唔會 A 俾嘅同 B 俾嘅又唔同咧？嗱，呢樣嘢咧亦都變相咧令到咧呢啲嘅回佣透明化，即係咧而家我哋呢個制度咧可以保留嘅嗱，但係咧個透明度要增加，即係咧回佣咧我哋都要有透明嘅，就唔會咧發生嗰啲咧 A 咧攞到個回佣同 B 攞到個回佣咧個錢咧係唔同嘅。嗱，咁樣對於大家嚟講咧未必係一件好事嚟嘅。嗱，第三咧就係嗰個指數嘅調整啦。嗱，差餉估價署咧去計算嗰個指數嘅時候咧，係應該咧要計埋嗰個回贈咧入去啊。嗱，攞嗰個咧實際嗰個數去計算嗰個指數咧。嗱，咁樣我哋先可以咧真正反映到咧嗰個樓價嘅趨勢啊，究竟咧係即係平穩啦，定係下跌緊咧？嗱，有咗呢啲措施之後咧，仲要咧諗下咧點樣可以防止咧，即係大家咧仍然係惡意咁樣唔披露嘅。嗱，所以咧嗰啲未披露嘅回佣咧，應該係要有一個罰款嘅。嗱，個罰款咧一定係要根據咧嗰個交易金額咧嘅百分比咧去計算咧，咁樣咧先可以有一個阻嚇性喺度嘅。嗱，另外咧最高嘅罰則咧係可以吊銷埋個牌照嘅。嗱，第5啦，銀行嘅估價亦都係要同步啦。銀行批個按揭嘅時候咧，要求買家咧係要提供咧嗰個折實價嘅證明咧，去防止啊嗰個高估嘅風險啊。嗱，呢個咧亦都係希望啦，即係銀行咧會減少嗰個系統性嘅風險啊。嗱，但係調翻轉咧，對於買樓嚟講咧，嗱，可能大家會覺得咁樣我可能分分鐘層樓係估少咗嘅喎。嗱，但係咧，你再諗真啲咧，即係呢個情況咧，如果長期咁樣去扭曲落去咧，銀行一旦發現呢個情況咧，係可能咧去隨時收水㗎，亦都有機會咧係要求你去補個差價㗎。嗱，所以咧呢個咧長遠嚟講咧，未必對大家係一件好事。嗱，我覺得咧，如果要做到啲嘢咧係公平公正咧、公開嘅話咧，嗰個透明度咧係一定要更加好先得嘅。所以咧嗱，我覺得啦，呢啲嘅措施咧，政府係可以諗一諗嘅。嗱，當然啦，短期嘅衝擊咧就係如果咧全盤嗰個回佣咧係曝光嘅話咧，官方嘅指數咧可能咧就要出現咧一次過嘅即係補調嘅情況。嗱，可能都真係補調翻，可能5至10% 都唔定嘅。嗱，部分啦已經係高按揭嘅買家咧，亦都有機會咧呢個時候咧觸發銀行咧可能咧要補價嘅。嗱，咁可唔可以啦？就即係銀行亦都即係做一個，如果真係政府去做呢啲措施嘅之前咧，係咪可以咧同銀行大家咧去協商咗咧？嗱，之前咧做咗嗰啲就算啦。嗱，但係之後嗰啲咧就大家都要嚴格遵守咁樣。嗱，咁就可以咧防止咗，譬如話即係對於一啲咧已經係即係交易嘅買家嚟講咧，造成一啲嘅唔公平嘅情況嘅。咁最大影響當然係發展商啦。嗱，佢可能咧被逼咧要公開咧個減價嘅情況，咁呢個對於個樓價咧
當然係有個下行壓力啦。另一方面咧，回傭嘅制度咧本身咧就即係對於中介嚟講咧都係一個即係可以賺多啲傭嘅方法嚟嘅。但係咧當呢件事咧係公開透明化，然後可能咧發展商亦都覺得唔需要咧去用呢個方法嘅時候咧，發展商可能咧就直接減價俾個業主喎。調翻轉嚟講咧，未必俾咁多傭中介嘅話咧，中介可能係會有損失嘅。長遠嚟睇啦，市場個透明化嘅提升啦，亦都係有助咧重建翻個信心啊，降低一啲嘅系統性風險啦。過程中咧有陣痛咧，我相信都難免啊。因為啦，尤其嗰啲持重貨嘅投資者咧，可能要有心理準備添啊。因為而家咧，梁振英講咗呢件事出嚟，呢個第一啦。第二樣嘢咧，就係如果真係施永青、中原地產咧，係將呢件事係告到去法庭嘅時候咧，法庭亦都會咧令到我哋更加清晰整個嘅所謂嘅回傭制度咧係點樣去實施嘅。當呢樣嘢再透明化咗之後咧，政府可能咧都被逼咧要加入一啲嘅監管嘅。到時係會點咧？大家都唔知，所以咧梁振英高調去提出呢一個問題嘅時候咧，我諗大家都要注意翻咧，未來可能咧會有呢一個嘅衝擊咧嘅出現嘅。所以咧大家真係如果平時咧去睇緊個樓市啦，同埋咧諗住去入市嘅時候咧，大家要考慮埋呢一個風險嘅存在啊。未來嗰個回傭究竟係咪仲會繼續有咧？同埋啦，即係如果真係政府喺短期內有機會會介入嘅時候，究竟咧佢個措施會係點咧？咁大家要繼續去關注啦，同埋密切留意啊！始終咧，梁振英係呢個政協副主席嚟噶嘛，國家領導人提出嘅嘢，咁政府點可以係置之不理咧？即係回傭咧，就唔係單純咧話幫買家去慳錢咁簡單啊！係一把兩刃刀嚟嘅。短線嚟講，當然係保住發展商個面子啦，谷高代理嗰個動力㗎。長線可能就扭曲個樓價、誤導數據啊，滋生一啲嘅唔公平嘅情況嘅。梁振英去發炮咧，就係將呢個潛規則啊，行內嘅潛規則咧就擺喺台面㗎啦。中原啦追呢個1億嘅官司啦，打上庭之後咧，我哋仲會見到咧更加多嘅細節嘅。到時咧就更加明朗化添嘅。咁大家密切留意啦。今日嘅討論就到呢一度啦。Water 經濟學咧，下一集再同大家去傾另一個議題。記得 comment、like、share， 撳埋個鐘仔，行有餘力咧可以加入我嘅頻道會員，俾我更加大嘅動力走落去嘅。希望大家舉手之勞啦，而家幫手撳個 like 啦，同埋訂閱啦，咁就幫我個頻道快速成長嘅。留言話俾我聽，你對今集有咩睇法？我哋下一集再見。